阿强，炎风姑娘啊，多谢你甲阮斗相共。啊是讲吼，你的苦心嘛是共款白费的啦。连公主坚决都毋收阮做徒弟你咧。祥啊，等你慢慢安尼坐面忧甲敢若苦过咧。等连公主人也无讲无要收咱做徒弟啊，你呐？啊你是无看安尼遐尼歹，叫咱都爱提去。哎呦，你哦，实在是有够颓啦！你若有我阿斗啊一半巧，安尼就好啦。就是讲伊叫咱提去，安尼就是表示伊已经承认咱是伊的徒弟啊呢。啊，伊若是讲恁甲我洗出去，安尼毋则亲像你伫咧讲的讲，绝对决定毋肯甲咱收。真是了。炎风姑娘，感情是有影是安尼？无毋对啊。有影哦。安尼好。无啊，上啊，你安尼是啥物意思你啊？咱两个吼是始终的朋友呢。啊，我讲的话你就拢毋相信。哦，迄个水查某囡仔，干那甲你讲一句讲，无毋对，安尼就跳到爬起跳。无啊，比西伤超过呢。你这个人吼，好佳在你是安尼，比我有搁较巧淡薄啊，尔啦。啊，若是讲要论这个做学分甲建设吼，你是差我足多啦哈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毋通看迄个炎风姑娘啊，安尼草草啊，伊毋是普通的查某囡仔呢。伊不但是料事如神呐，而且哦，搁会晓讲相命。哈？相命？我炎风姑娘啊，讲你会晓甲人相命，啊是会准啊，袂准安尼？啊无，你甲我参考一下，看我这个小生财啥款？你啊。注定一生啊，苦无管，你不求夫妻啊，可会团圆。哈外苦，我只为唔肯啊。好无管，想
伊若肯甲咱牵成啊，后日啊吼，你我咱拢会做大官。那安尼经安啊，自安尼决定，绝对甲伊对调调的。调调，阿雄，哈，恁两个人虽然会当靠着连公主取得功名富贵，也毋过伊的一生危机是真大，恐惊恁两人会受伊连累哦。哈，危机。莫非你是江南不吉之意了因？无毋对，这是我独门的暗器血滴子，我来用这来杀人，敢若会留3点血，因此就得名血滴子。了因，你身为出家人，为什么创造这种羞辱人道的暗器？哈哈，啥人讲我是出家人？我就是因为犯爱，为要多撇官兵啊，提出高不离将去剃头假和尚的。听讲江南北劫，个个都是劫富助贫，行劫作义。因为什么用阮的这种败类添为北劫之因呢？因早就想要甲我治掉，目前因7个人就是我的受敌。拄则我用血滴子来对付你，我这是无歹意，只是要互你了解，讲这个血滴子是啥物物件，这是四阿哥吩咐我安尼做。已经过世阿哥，也无的啊。但是伊已经派人送一批加达连城的珠宝来送我，我已经拢甲照收起来。我嘛有答应，我答应要做伊的心腹部将，要为伊拍真济嘅血滴子，训练一批能使用血滴子的杀手。你的心内一定有真大的疑问吼，但是你唔免着急，四阿哥伊自然会甲你交代清楚。真紧哦，四阿哥明暝就会来这个万香楼。把你。
上顶的轻光怀在心，聪明智慧又灵敏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你。也若安尼讲，你毋就无愿意做队长，也无愿意来学习使用着迄地主咯？是，求望四阿哥原谅。梁敬尧今生今世绝对无用迄款暗器伤人。可是你已经使用暗器来伤人咯。四阿哥，你即马讲的意思是？大师，是，你就讲互伊听。莲公主，你听我讲，头一个死在你的手头的人，就是点聪派第四代大弟子何文华。苏英，苏英，你什么人？田庆尧。也搁有第二个死在你的手头的人，就是昆仑三子之一凌霄子。
明人不做暗事。我是黑地主杀手队的队友连庆尧。刁人，我甲你是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你要来失踪呢？这是四阿哥吩咐的。为着要做成事实，互你无提示的机会啊！庆瑶，我会安尼生做，是为着我相信你，我爱你来做着我的新北人，你明白无？这两个人是无辜，就这一样含冤而死嘛？不止两个人了，还阁有咧。甘皇帝的好朋友钱顺，嘛是死在你的手头。阿弟啊，咱并无甲人结仇啊，是啥物人用这尔残忍的手段将你害死？恁头壳着无？阿弟啊，阿弟啊！比哥，你多谢。比哥，害死恁那遐人，我知影，是啥？就是连庆尧。这是连庆尧？无错。你也认着人无？喂，我无认着人，这是我亲目睭看，我亲耳听到。真正是嘞。是啊，拄好我去讨海，倒转来到恁门口迄个时阵。是连庆尧，连庆尧，我捌见过一摆面咯。你敢若见过我一摆面，所以你唔知讲我连庆尧精通易容真是有这种代志？阿弟啊！连庆尧，你这个乌贼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对我那点报仇！